澳喎紅磚陣容，哇！有賴古士同山根士來喎，今日新加盟喎。佢哋嘅受批評嘅韓國教會重貴咗，擺唔擺得落去咧？唔知啊。今日國立競技場，國立日東田啱喺主場嘅東田澤維亞，雖然呢個國立競技場都唔係佢哋嘅主場。作客嘅葡萄紅磚啊，其實葡萄紅磚過嚟都好強嘅，啲球員過嚟，雖然佢冇乜指壓場啲分嘅，其實講真，見到仲係8月尾咧，仲好似就話係咁噴啲水出嚟降溫。氣勢如虹啊！呢個葡萄紅磚，哇！打深圳添嘅喎，日本紅魔鬼又唔係好玩嘅，球場一片蒙蒙地，兩個喺度噴水。哇！30幾度嘅夜晚都。國立競技場，國立日。FC 松田テレビ杯シッター風とサウナ。クラブ史上初。この後演出のため場内の照明が暗くなります。足元にはご注意ください。聲音進化。點樣連成翻咧？見到佢啲60啲高溫JD3之類嘅。開演唱會咁啊又〜啱啱出場，李家超啊！高陣容啊！爆咗咩？廣生門將，東田澤維亞嘅陣容，原進谷廣生，隊長昌子源，周天大把。
個鐘頭。Lavi 啊！哇！開爆佢，因為名本考號係黃專嘅球員嚟嘅，以前出埋紅魔鬼啊！當我澳洲嘅素基。上馬勇紀啊，最有星味啊，日本國嘅上馬勇紀。Lucky。黑田江啊，我哋教頭黑田江。最後12號呢個一次跟住就話嘅support啊！皆様の熱い応援、票等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さあ、この後選手入場です。ぜひ皆さん立ち上がって選手を。英年周圍嘅會歌。經典都唔夠作客嘅，紅河灣大聲。